咱知影两个国家咧相战，若是总体战的时阵，你使用的手段唔拿军事尔，你足济非军事的手段你嘛会用，譬如讲毒品战。哦，以早两岸对峙的时阵，咱知影中国嘛输送很多毒品到台湾来，啊，即马美国的芬太尼我唔知啦，不过足有可能啊。你看中国送足侪芬太尼去美国，啊，美国足侪少年人拢食迄，后来拢死去。哦，你讲COVID-19，嘛有人是讲你好，你还研究即个攻击性，美国报告出来，系啊，讲你研究这种啊，伊个生化战嘛，咱知影生化战不来。为第一届世界大战就有啊，化学战、生物战就是用一个，伊用迄个鼠疫，迄个尸体甲弹伫你牙区，互你得到鼠疫啊。啊，以前逐渐的用这个手段啦，啊，毋过咱知影中国较无迄个遵守迄个国际法，还是啥物法律啦，吼，伊就为着要达到目标，伊啥物拢会做。咱来看顶届吼。咱知影顶届迄个马祖迄个电缆线断去吼，伊受影响是安尼啊。国际到台湾啊，为台湾到马祖受影响是马祖啊，因为伊伫陆地大陆遮伊有家己的陆地的电缆，这无啥物影响。所以马祖拄啊讲是3个月，其实就为2月、3月到4月车较修理好，差不多50天。所以迄个时阵马祖的生活足无方便的。啊，毋过加在伊是马祖。啊，即摆咱看到遮足侪线，有诶去到江苏，啊有诶直接到日本，啊毋过即条线大家看哦，即条线哦，可能到阿拉斯加，啊，阿拉斯加到美国，所以伊直接西来西去，敢是咧找即条线，因为伊无可能斩断即个到中国大陆即条线，啊，以后找到即个线了后，伊就知影后届要攻击台湾的时阵，就针对即个目标。啊，当然，咱看到讲有2条船嘛去了屏东枋山家，咱知影枋山家嘛有足重要的，去东南亚国家这2条线，所以这拢足重要的，这嘛会使算讲是咱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。哦，这个点休最记好咯。嘿，对。哦，安尼算做伊有交功课了对啊啦。达到目标啦。伊啊，假使要安怎去预防还是讲反制的话吼，第一，我感觉。较侪条咧，吼，比如讲，较侪条，较侪条吼，你我唔是甲固定遐几条，啊，我另外吼较侪条，但是逐条吼传输较少袂要紧，但是重点是咱袂当中断，吼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我感觉有想到一个好方法，就是吼，既然咱唔是逐工要甲美国买啥物军购清单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这种物件嘛是。关键基础的，伊是有国防目的，哦，有国防目的。其实咱国防后一届吼，要甲美国的买吼，咱其实会当甲美国国防部讲吼，我要甲你做一条去夏威夷的，哦，啊，我用做的，啊是你美国国防部你所有的，嘿，你所有的，看你敢挂无？嘿，看你有才调，你就去挂迄个美国国防部的主战挂麦，看会发生啥物代志。哦，我感觉因为确实有影，这是国防的伊用嘛，对不对？系对啊，啊，咱来甲美国做，系对啊，美国会当甲伊伊有几项的啊，阮甲你做爱会当无，对不对？咱考虑看嘛，啊，你若中国，你若要挂，你来挂看卖啊。啊，我应该讲啊，这是美国国防部的资产啊，你就要挂，你来挂。